啊，这个武汉肺炎，即摆伫个网络的传言嘛是安尼赢飞。譬如讲，要预防这个武汉肺炎，就爱大量来啉水。事实是，咱人逐工拢需要补充水分，无毋对。但是大量啉水并无法度预防武汉肺炎。也阁有一个谣言，讲中国的疫情专家钟南山伫确诊的1万外病例当中，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患者拢是食粗的。其实这根本嘛无根据。来看咱的拍假特工队。网络谣传多喝水可以预防武汉肺炎，这是真的吗？像这个信息，预防武汉肺炎的方法，若是挂嘴烟、甲洗手消毒，这拢是被动防御。上重要是爱大量的饮水，加啉水会当促进自身黏膜、组织液的分泌，来抵抗病毒。水是我们每天都喝的哈，那温水、冷水在我们身里面到了我们肠胃到细菌都是水哈，那是不是可以增加黏膜抵抗力？应该是完全是没有这个证据的。每工拢需要补充水分，但是大量的啉水是无法度预防武汉肺炎。然后这条嘛，伫社群平台流传，中医师伫确诊病例中发现一个现象，1万外确诊的案例竟然拢是食粗的，素食者闪过这个劫数。经过事实查核中心团队的查核，钟南山团队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的第一病院官方微博，相信的发文是1月2日的破文，并无网传相关的内容。重点不在于吃或次数，而是在于说我们蛋白质的摄取量是不是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因为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必需氨基酸是我们所要体内正常运作所需要的。食食来平均真重要，但是是不是比传染武汉肺炎、甲食素食粗无关系？网络谣言一件过一件，做好查证，才袂造成惊吓。